睇房時間，正如大家所見，今次我入住嘅係套房房間。官方報套房房間面積為30平方米，由影片可以睇得出係真係指實用面積，空間感絕對充足。酒店採用基本商務風格設計，單位採用全景落地玻璃窗，大廳同房間都設有電視，不過就只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大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可惜就不設浴缸啦。睇得出酒店嘅套房始終同 apartment 房間係有所不同，並唔係以長住顧客為目標，而係以舒適為概念。所以呢度就唔設有小廚房同埋提供飲食爐具，就連儲物櫃位都係僅僅足夠。雖然係咁樣，但係呢間酒店嘅淡季性價比的確非常高，我本人依然十分推薦。